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醒目嘅人咧，係唔止睇到機會，而係會捉住機會嘅。而我咧就會選擇相信自己啦，都有不斷成長嘅勇氣。每次挑戰咧都係一個學習嘅機會，而我咧願意擁抱呢個過程，俾條片大家睇。大家係咪覺得條片好吸引呢？呢個就係我增加自信心嘅方式啊！唔知我咁初嘗去拍片啦，突破自己嘅框框，會嘗試做一啲有挑戰性嘅活動。嗱，今段短片咧就分享自信心咧，就去到呢一，唔知大家又會點樣增加自己嘅自信心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